古尔邦节是穆斯林的盛大节日，海外东突厥散组织在古尔邦节开展了各种慈善和协助活动。维吾尔自由基金会表示，古尔邦节来临之际，他们组织捐款活动，给土耳其的贫困学生和孤儿分发了一定的现金。此外，土耳其和中亚的维吾尔团体和个人继续各种慈善活动，给孤儿和需要的家庭给予帮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周五公布了制裁一个中国实体和2名官员的清单。这个政府实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名官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任政委孙金龙和该兵团现任司令员兼副政委彭佳瑞。这3个制裁对象都跟东突厥散发生的严重践踏少数民族人权的事件有关联。据报道，东突厥散当局伤害少数民族人权的方式有大规模任意拘押、严重身心虐待。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东突厥散准军事部队机构，从属中国共产党，任务是通过推动中国对东突厥散经济发展意境，强调听从中央规划及资源采集，以强化对东突厥散内部的控制。兵团的1级单位为师，师下设团或农场。东突厥散现有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表示，华府不排除封杀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特朗普说：“我有权利，我能以行政命令去做。”他指的是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特朗普已誓言对 TikTok 颁禁，或最快在美国时间周6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宣布，德国将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此前，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把原定9月6日举行的第6届立法会选举押后1年举行。马斯表示，香港政府决定取消12名反对派候选人立法会参选资格，并推迟立法会选举，这是对香港公民权利的又一次侵犯。他称，我们已多次明确表示，我们期望中国履行其在国际法下的法律责任。他补充表示，这包括确保根据基本法给予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呼吁推迟11月大选日期，并表示，由于疫情而增加的邮寄投票可能导致舞弊和不准确结果。在一连串推文中，特朗普表示，全民邮政投票将使11月份的大选成为有史以来最不准确和舞弊泛滥的一次大选，并将让美国感到非常难堪，并称大选应该推迟到人们可以正规、保险和安全投票的时候选举。改变大选日期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包括目前由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和共和党人占优的参议院。目前看来，两党都同意延迟大选的几率微乎其微。